的这是什么功法？体内竟然没有半点内力。师妹，师妹，你又在抱怨师傅，你就不怕他老人家收拾你啊？师傅教的功法一点用都没有，没有武学傍身，大仇何时能报？让他跑了！家主之位已经是你的了，为何穷追不舍？你不死，我怎能安心啊？你连自己的侄女都不放过。侄女，我连大哥大嫂都下得去手，更何况你这个杂种呢？是你杀了我爹娘！杀了他！是。你们不要过来！不要过来！老爹不会放过你们的！哎，师傅，那里有个女孩。她好像是从山上掉下来的。啊，这小家伙竟是万年难遇的先天修仙圣体呀！什么？带他回去，老夫要亲自教导他。这功法练了7年了，体内依旧没有半点内力。为师何时说过这是武学呀？弟子拜见师傅。为师传授于你的本就是养生功法，此功法可强身健体、延年益寿，却不是杀人技呀。师傅，要不您还是教我武学吧？没有武功傍身，我何时才能报仇啊？为师不会武学，你求我也没用。况且为师平日教导你，莫要如此苦大仇深。我不管，既然师傅不肯教弟子武功，弟子今日便下山。师傅大恩大德，弟子来世再报。哎，师妹，快别闹了。他要下山，便让他去吧。把为师的惊鸿剑和丹壶拿上。哇！多谢师傅。再见，师兄。哎，师妹，师傅，师妹乃是先天仙体，为什么还要执着于练武啊？这修仙不好吗？他呀，身怀着大仇，我一个修仙的，哪里来的武学教他？况且作为修仙之人，吞吐的是天地灵气，不可插手凡俗之事。这种天道难容之事，会使得飞升雷劫，变得无比凶险。当初你有个师弟，就是因为灵气跟内气混杂，终生无法成仙，就下山作恶去了。为师算算，用不了多久，他就会面临此劫呀。哎，师傅，那我呢？你呀，就你这资质，肯定是飞升无望了。所以你之前在凡间中怎么霍霍都无所谓呀。哎，不是，师傅，报仇还是得找北域王家。不知儿时的婚约，他们是否还认？不过这才过去7年，这外面的世界也变化太大了吧？站住！往哪儿跑？王家母，你挺能藏啊，打扮的倒是挺像个乡野村妇，老子差点都没认出来。你们到底是哪路的？竟追了老娘3天3夜！谁叫你不交出苍冥神器啊？你们是夏家的人。嘿嘿嘿嘿，现在才知道啊，晚了，老子先送你去见阎王。这山沟沟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你死了，没人会知道。这3人起码是7品大高手，我一6品，今天恐怕要交代在这儿。真晦气，居然遇上了山匪。
救人！好痛！诸位，我不是故意要偷看你们的。江兄，是个毛丫头，要不要杀他灭口？灭口！好汉饶命！我真的只是路过，我什么都没看见的。既然撞见了，那就留下来一起陪葬吧。小姑娘，这不关你的事，赶紧离开。站住！我说了，谁都不准走。诸位好汉，天地良心啊！我真的只是赶路路过而已，而且你们蒙面行事周全，我真的什么都没看见啊！小姑娘，你怪不得别人，只能怪你自己。倒了血霉，冲了太岁，今天就一起入土吧！愧为七品大高手，如此可怕的气场。这姑娘怎么跟逛菜市场似的，看起来一点事都没有。受死吧！啊！快闪！哎呀！老夫几时在苦修，乃是9品大高手，竟抵不过这小妞一掌，这不可能！江兄，这小姑娘竟能一招重伤7品之境，那她起码也有8品之境。你怎么趴下了？你快起来啊！啊，不是，你不会想碰瓷吧？前辈，我们有眼无珠，还请您宽宏大量，饶过我们吧！对，前辈您大人有大量，把我大哥给放了吧！饶命啊！饶命啊！看来他们仨是把我当成高人了，那也好，先混过去再说。以后别让本姑娘再看到你们，否则看到一次打你们一次。带着她赶紧离开这里。是，谨遵前辈的教诲，我们这就走，这就走啊！快走！吓死我了！他们终于走了。在下多谢高人救命之恩。举手之劳。高人乃8品之境，要是有他相助，何惧下家？敢问高人，要去往何处？婚否？家中有一嫡子，相貌俊俏，也尚未成婚，嫁给他还能有万贯家财。长相俊俏，万贯家财，怎么样？不对，夏秋宁，你在想什么？你可还要去报仇呢。承蒙厚爱，小女子已有婚约在先，先走一步。哎，不知是哪家公子这么有福气，娶了这样才貌双全的高人。不行，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家里。师兄，江兄，师兄，江兄，江兄，一拳打死北域第一高手，北域要变天了！卖烧饼啦！新出炉的烧饼，卖烧饼啦！姑娘，要不要来块烧饼？来一块吧。好嘞。来，姑娘。哎，等等，3块铜板啊！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这就给你。糟糕，我好像忘记带钱袋了。小姑娘，你不会要吃白食吧？不是的，我是真的忘记带了。但是我夫君家就在这附近，明天我再补给你啊。休想！不给铜板今天就别想买啊！我都没吃上，你为什么要我付钱？你吃了，付钱！我帮他付。好嘞！哇塞，长得
好帅啊，正合我胃口。可惜了，是个瘸子。不过小女子我是不会嫌弃的。下次出门记得带钱袋。谢谢。你叫什么？本姑娘有钱了就会给你的。不用了。让开！让开！让开！啊！错！让开！小心！好想这样子久一点啊！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刚刚救了你，那3块铜板我就不还了。少爷，你没事吧？喂，奇怪，这女子为何看着如此熟悉？爹，是母亲来信。你们母亲遭夏家围剿，幸好有高人相助，没有受伤，正在回来的路上。倒是你，身体怎么样了？少爷昨夜在街上旧伤又复发了。哥，没事吧？已经喝药了，无碍。都怪夏幽，要不是他下死手，大哥也不至于伤成这个样子。老爷，门外夏承玉之女求见。程玉兄的女儿，快请进来。是。请。是他？他居然是王富臣。秋宁见过王家主。你就是程玉兄的孩子呀？正是，这是当年的订婚信物。7年前，程玉兄遭歹人所刺，夏家更是传你意外坠崖。当初确实发生了很多事情。行了，别废话了。你来这儿不就想嫁入我们王家吗？实话告诉你，你想嫁给我哥，门儿都没有。傅明，不可无礼。哥，我只是实话实说，他哪里配得上你啊？他一个瘸子，我嫁给他我还觉得委屈呢。哎，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小女子确实是为了婚约，我爹和王家主是至交，儿时立下的婚约，说好了成年以后便成婚。但是你却跳出来咋咋呼呼，难道是欺负我是一介小女子吗？又不是嫁给你，关你屁事。当年是当年，现在你门不当户不对，已经没有资格嫁入我们王家了。行了，你别说话了。夏姑娘说的没错，我一个瘸子配不上夏姑娘。哥，你为什么总是替他说话呀？他不过是一件毫无内力的废物。再说，即便你现在身体有恙，但凭借我们王家在北域的权势，他依旧配不上你啊！好了，你闭嘴吧。爹，让我和夏姑娘聊聊。夏姑娘，你失踪了很多年，并不知道现在王家的处境不容乐观。自从程玉疏离时，你离开夏家以后，夏雨渊联合其他家族打压王家，并意图将王家吞没。我这双腿就是因夏幽而废，因此我并不想因为这些事而牵连了夏姑娘。我明白了。但是夏姑娘若是有困难需要帮助，我一定会鼎力相助。帮嘛是会帮的，但你想嫁入我们家没门儿。哼！我一会儿会让管家拿些盘缠，你离开吧。是。昨日走得匆忙，竟忘了询问高人名讳，看来是我们王家无缘高攀人家。夫人，您可算回来了。有位姑娘说要嫁给邵家主。哦，还有这样的事？究竟是哪家姑娘看上我家那瘸儿子？小的也不是很清楚，不过家主正要把人赶走呢。夫人，姑娘，按老爷吩咐的，给你准备了50两银子和些许珠宝。我王家素来以仁义传家，岂能容外人妄议？这些盘缠你拿上，足够你置办以后的生活。还不谢过老爷？多谢老爷，秋宁今日便离开，也谢过诸位。拿稳了就赶紧走。傅明，你说话客气点。夏姑娘，等等。傅晨，你该回房用药了。爹，您稍等。
夏姑娘，你也看到了，现在王家的处境自身难保。若是被夏家发现你在这儿，你的日子可不会好过。多谢王公子提醒，我心里清楚，如今王家正处于困境之中，而且夏家也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。所以你最好懂事点，赶紧离开，别给我们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我会离开的，但是不需要你在这里指手画脚、大呼小叫。哎，你这什么语气啊？你什么态度啊？你拿林子就赶紧是哪家姑娘看上我家那瘸腿的儿子了？娘，你回来了，这是我程玉雄之女夏秋宁，她与父臣有婚约在身，但我当年属于是酒后胡言，你娘也绝对不会同意这门婚事，你就别想癞蛤蟆吃天鹅肉。把嘴给我闭上！娘，听见没？说你呢！你们看看自己什么品种癞蛤蟆，也想嫁入我王家？娘，夏姑娘已经废除婚约，你冷静点。柳姨，怎么是你啊？夏姑娘，这位就是我娘。对，你搁这乱叫什么呢？臭小子，我是让你把嘴闭上！啊！你打父明干什么呀？你把嘴也给我闭上！哎呀，夏姑娘，原来你之前是和我们家父臣定下的婚约呀！来，柳姨，你就是王家母啊？我就说嘛，我们先前相遇，说明我们之间有缘分呀。秋宁自知家世配不上王家，所以我们之间还是没有缘分。要不你让晚辈先离开吧。胡闹！谁说的？他一瘸子，你还配不上他？不是，娘子你把嘴闭上！好不容易有一姑娘看上我们家儿子，你还在这推三阻四的，难道你派他娶到老婆不成？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就按我说的办，这婚必须结，而且刻不容缓，明天就把这事儿办了。啊！娘，这么做恐怕会连累夏姑娘。不是，我不同意。夏秋宁就是个毫无内力的废物，她嫁入我们王家，也就是个吃白食的。要不还是算了吧。秋宁，他们说什么你不用往心里去，王家我说了算。而且这桩婚事是你爹生前的遗愿，我相信他九泉之下肯定会深感欣慰的。要是有秋宁在，何惧夏家？我还是先走吧。哎，你走了最好。兔崽子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这婚约就定在7日之后。我不，明天就成婚。啊，顺便洞房也给办了。这么好的儿媳妇，可不能让别人抢了去。在下深知你并非心甘情愿嫁给我，那么从今以后，我们以礼相待，互不相犯。要不是打不过你娘，我早走了。你下半身瘫痪，不想以礼相待，应该很难吧？夏姑娘，请注意你的言辞。你真的没感觉？夏姑娘，请你自重。真的没感觉？你腿没事啊？我所修的是神机机关术，可以借助内力来驱动双腿，并不像某人是个毫无内力的普通人。你要是再敢乱动，休怪我无礼。好啊，那我们赶紧开始吧。你无耻！谁呀？打扰本姑娘的好事！少主，大事不好了！夏家大长老带人来硬闯，你快去看看呐！哪路的野狗，
敢在王家大婚时闹事，在外面等了老半天，也不见你王家主的身影，还以为你是缩头乌龟，不敢出来见人呢。夏前琛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擅闯王家，就不怕有进无出，把小命留在这儿吗？我倒要见识见识你们王家到底有多大的能耐，能让我有来无回。你当真以为北域是你夏家说了算吗？敢来这里找茬？没错，我今天就是来找茬的。听闻王家正在举行大婚，我就带着几个弟子来和你们过过招。要是你们输了，苍冥神枪就归我夏家。这是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有夏家今天来找上事？怎么，王家都是缩头乌龟，不敢应战？休想！苍冥神枪是我王家祖传的神器，不可能拿来当赌注。你疯老几！我，二位，怕了。比就比，如果我们赢了，东莞城产业归王家。好，你可别后悔。只怕后悔的是你们。庆儿，你别冲动啊！夏前琛弟子夏浩五品实力远超我们小辈。是啊，娘，这赌注根本就没有胜算。柳姨，你可千万不能答应他们。你们王家小辈就这点胆子，连切磋都不敢。王家小辈不过如此，不敢打也行啊，从我的胯下爬过去，就免战。你找死！死瘸子，很不服气吗？你们一起上好了，省得浪费我的时间。可恶，你别欺太甚！夏长老，管管你的徒弟，我们王家能人辈出，仅凭一人就能收拾了你们。柳姨，咱别太张扬。还叫柳姨？娘，咱们得低调点。怕什么？来，我们擂台上见高下。好，好，好！王家母可比当家的有胆识，在场的各位都来做个见证。今天谁反悔，谁就是孬种。门外的诸位都进来吧，帮忙做个见证。走，我们都去观看此等比武，真是我等之幸事啊！是啊，我有秋宁在，你们夏家来一个打一个。看婆婆这么仔细，肯定有后手准备了。王家的，你们谁先来受教？爹，我来打头阵。夏浩可是夏家天赋仅次于夏幽的高手，更是比王父神的境界高出那么一层。苍冥神枪，怕是要拱手让人了。娘，傅明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。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啊？哎呀，小小的夏家，不足为惧。哎呀，你娘又在说大话了。婆婆这么有底气，肯定是留有后手的。嘿！傅明，快起来！没事吧，傅明？没事。夏前琛，说好的比武，你怎么下毒手？哎呀，徒儿，你这是怎么搞的？大长老，我只是轻轻推了他一下，谁知道他这么不经打。王家主，看来你家公子功夫不到家呀，还是换个能打的仗吧。欺人太甚，我来会你。好帅！那是，我哥可是王家第一天才。这王家是没人了吗？怎么派个死瘸子上场啊？我说你们王家实在不行，就认个输吧，省得又有人会受伤。叫什么叫啊？还没开始打呢。都说我是个废物，也罢，
我今天让你们见识一下，我这个瘸子是怎么把你们踩在脚下的。父臣双腿虽废，但神基数增进了不少啊！父臣天赋如此之高，秋宁自愧不如。秋宁，你又说瞎话！真的，他就这样随便一动都这么飘逸。甩不过3秒。不成，快起来！哎，还不快给你家的瘸子少爷换一个新的轮椅来！你也太卑鄙了，比试而已，至于下这么毒的手吗？这就是你们王家的天才少主，天赋第1人，也不过如此吧？依我看，你们一起上，我一个打10个。我看你们王家全都是些草包。今天小爷我开心，你们一人给我磕一个头。今天的比试就到此结束。秋宁，谁说王家无人？你是谁？怎么没见过你？本姑娘姓夏，是今天的新娘子。一介女流之辈也想逞能？难不成你就是那个高手？我的好儿媳终于要出手了！还请爹娘主持公道。让我们上！我以为王家藏了什么高手。我说二位从哪儿找来这么个滑稽的儿媳？哼，不过就是一个废物。太丢人了，哪有让长辈出手的道理啊？啊！夏家如此重伤浮尘，分明就是没把二老放在眼里。秋宁，咱们愿赌服输就行，怎么能让长辈出头呢？你看你挑的好儿媳。你们小辈切磋，我不好出手呀。啊！没人应战，你们就把苍冥神枪交出来。且慢！我王家还有一人未露面，他身法如惊鸿掠影，掌风可撼天动地，仅凭他一人就能让你徒弟惨败。王家难道又有天才横空出世了？不知道啊，没听说过呀。娘，这人是谁啊？哎呀，你娘又在说大话。此人便是我的好儿媳。娘，我不行，我什么都不会啊。哎，娘，秋宁她真的不适合。娘，你要想替大哥休妻的话，也不用这么折腾人吧？胡说什么？秋宁啊，你随便露2手，收拾那个夏浩，绰绰有余。可我根本啥都不会呀。娘，我就学了几年养生功法。娘信你。对手太弱了，我不想出手。臭婊子，你说谁弱呢？有本事上来！这架势，我上去不得被打死？娘，要不还是你上吧。秋宁，你行的。不行啊，娘，你别推我，你来。相信你自己，你可以。别客气，你来。我相信你，你上。娘和他在搞什么？哎呀，全乱套了。不行的。磨磨蹭蹭，不打就认输。要不，干脆跪下求饶。且慢。青儿，娘，秋宁啊，娘受伤了，上不了台，现在是
能靠你了。我这么狠的吗？那要不我也给自己一掌？三娘求你，你再不住手，沈江可就保不住了。婆婆肯定留有后手，不然也不会让我上。那好吧，求你，全靠你了。我说二位从哪儿捡来的儿媳？站都站不稳的。娘，这不是让秋宁去送死吗？娘肯定是想为了给你休妻找借口，借夏浩的事解决掉他。为父觉得傅平说的有道理。哎，你们休要再胡说。怪了，你身上怎么没有半点内力？难不成想藏拙？不对，你根本就没练过武。对呀，我就是一个废人，要不我还是先下去吧。给我站住！上了擂台，哪有下去的道理？王家的儿媳妇儿，竟是个无法习武的废物。这姑娘要倒霉了，她是要血溅当场啊！爹娘，快叫停比武吧！慌什么？秋宁自有手段。娘，你若看不上她，当初何必答应婚事？她要有什么闪失，我绝对不会原谅你。哎呀，你就信娘一回。原来如此，这一招借刀杀人妙啊！夏长老，要不然我们再开一盘，我压你徒弟输。除非是天塌下来，浩儿怎么会输给一介女流的废物？哼，好啊！若是你徒弟输了，就再送王家一座城池产业，如何？不是娘，你疯了！青儿，别赌了，家底儿都要被你败光了。哎，赌就赌，如果你儿媳输了，送给我夏家一座城池的所有产业。秋宁，放开手脚，不要留情，打死了算我的。亲娘啊，站台上的是我，你怎么比我还自信啊？等下开打你就往下跳，我会接住你的。还是夫君靠谱。回去吧。小娘子，念在你我同姓的份上，我先让你打一拳。那你说话算数，别反悔。来，我站着不会动的。磨磨蹭蹭干什么呢？动手啊！拼了！这掌风真是撼天动地呀！你们这儿媳妇儿，哎，也是挠痒痒的一把好手啊！苍冥神枪，看来啊是真要白送给夏家喽。有人嫌恶东西！娘，你看到没？秋宁根本就不是夏浩的对手。不可能！难道我看错人了？可我分明亲眼看见他一拳打翻7品高手。小娘子，你这手挺软和呀。娘，我都跟你说了我不来了，你看你非让我上，我就要完蛋了。小娘子，你如果陪小爷睡一觉，我就放你下去。夏浩，你找死！你这个长相我不感兴趣啊！倒胃口，对。臭婊子，我让你尝一尝长虹枪拳的厉害，免得你说我不尊重这场比武。一场切磋而已，你没必要这么认真吧？你们这儿媳妇儿有福了，长虹枪诀可是我徒弟的绝技。完了，夏秋宁可能要4分5裂了。你们王家现在要是磕3个响头认输还来得及，别到时候人没了，后悔莫及。爹，快让秋宁下来吧。你娘不让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谁强谁弱还说不准呢。娘，既然如此，浩儿，你就别手下留情，废了他。且慢！娘，你想通了？有救了！现在认输已经晚了。哼，
谁说我要认输了？老娘要再加注，加一座城池产业，赌你徒弟输。娘，你疯了！青儿，你这是要干什么呀？还加注，这下我失手都不保了，娘！好，浩儿，跪10万钻！臭婊子，去见阎王吧！我体内的内力怎么溃了？不可能！你可别碰瓷啊！我什么都没做。不可能！我全身经脉尽毁，体内还有一股奇怪的气流在乱窜。难道是因为你这个小婊子？浩儿，怎么回事？夏浩怎么突然倒在地上了？死了！死了？我也没眨眼睛。我就说嘛，老娘从来不会看走眼，更何况是我的好儿媳。难道他真的有所领？夏前琛，这次比武你们输了。喂，我儿全身经脉尽毁，绝非你儿媳所为，而是他长虹枪诀走火入魔所致，所以这场切磋不作数。是我想多了，不过他没事就好。切，我还以为夏秋宁这个废物多少有用。哎，再对你嫂子出言不逊，我就抽你屁股啊！夏前琛，你徒弟走火入魔倒在擂台上，说明技不如人。既然如此，便是输了，哪有那么多歪理？我说不作数，便是不作数。不过，徒儿要走火入魔，你这婊子也脱不了干系。和我有半毛钱关系？明明就是他自己不行。要不是你言语挑衅，浩儿他也不可能使用长虹枪诀，更不可能走火入魔。什么歪道理啊！你个老东西，别往别人身上泼脏水啊！无论如何，必须要给我徒儿陪葬。秋宁，快闪开！什么？这绝对不可能！什么？这绝对不可能！想不到才过去半年，你的修为竟然提升如此之快！夏前琛，小辈比武，你掺和什么？是这婊子害死了我徒弟！别血口喷人了，明明就是他肾虚，练功走火入魔了。臭婊子，你把嘴巴放干净一点！夏前琛，要么派人上擂台，否则切磋到此结束。爹娘，依我看，夏家弟子是没有这个胆量继续比武。哎，哥，他们除了夏浩之外，其他这些人都是歪瓜裂枣，我一个人全给他干掉。别欺人太甚！带我回去一趟，回来再与你们较量。哎，人在江湖，诚信为先，先把赌注兑现给王家，再走不迟啊！痴心妄想！长老，你没事吧？夏前琛，这么多年你修为没有半点长进，夏家简直就是个笑话。欺人太甚！张子夏和陈岩就在附近，再不交出苍冥神枪，你们就等着被灭门吧！张子夏和陈岩乃是9品大高手，不是我们王家能应付的。你们现在后悔晚了。
看来夏前琛那边不太顺利，还不是上次让吕倩给跑了。要不是咱俩戴着面具乔装打扮，说不定那娘们肯定认出咱俩来。上次因为有高人在，让他逃了，这次他死定了。上次那个绝世高人，哎呀，身上没有一点内力，也不知道修的是什么功法。你简直太可怕了！北域竟有如此高手啊！哼，我这辈子都不想见到他。走。娘，张紫霞和陈岩是何许人也？我也从未见过，只听闻他们是九品高手，不知为何会帮夏家。2位九品大高手，王家这次恐怕是要被灭门了。这王家全部人加在一起，也不够二老打的呀。对呀，这现在我们要赶紧离开才是。傅晨说的对，秋宁就算再厉害，毕竟也没有成长起来，现在还不是他们的对手，先走为上策。切，说的好像他真能习武似的。闭嘴！秋宁，我们先离开这儿，你现在还不是他们的对手。哦，站住！你刚才不是很狂吗？你现在想去哪儿？这是我们的地盘，你管得着吗？哼，小子，你挺狂啊！待会儿把你的手一块打断！哎你，你个老匹夫，找打呢！娘，给他们一点教训。夏前琛，别挡道，刀剑不长眼。快走吧你！哼，你们想动我？等张老和陈老来了，你们一个都不会有好下场。那就在他们来之前，老娘先剁了你！我倒要看看是谁如此大胆，竟敢与我等作对！拜见张老、陈老，拜见陈老、张老。他们穿得如此华丽，肯定不简单。看样子二位就是张子夏和陈岩，你待会儿小心一点。这2位动动手指就能灭了我们？方才是谁如此嚣张，竟敢得罪我夏家的人？二位，就是他们。二位，王家与你们无冤无仇，夏家许诺你们什么，竟要对王家动手？无需知晓，等下就送你们去阴曹地府。你们现在跪下，从我的胯下爬过去，再交出苍冥神枪，或许我还考虑饶过你们。做梦！就算死，也不可能把苍冥神枪交给你们。明明是你们提出来比武下注的，如今却出尔反尔。你们果然是北域的败类，我也没有出尔反尔，只是你们现在没有机会拿走东莞城的产业，也守不住苍冥神枪了。没想到如今的夏家竟是些无耻狂徒。二位，就是这婊子害死我的徒弟。是说他？没错，张老，请你将这婊子交给我，我定要挖出他的双眼，打断他的四肢，把他剁碎了，拿去喂狗。张老，你这是何意呀？前辈，方才没有看到您，怪我吧，还请恕罪呀！这怎么回事？我没看错吧？2位9品大高手居然给你下跪啊！你怎么没告诉我呀？他居然藏得这么深。能让二位前辈行如此大礼，难不成秋宁的实力不止8品，而是达到了9品之上？而且以前还和这2人有过交集。丫头到底是何来历？
竟然让二位长老行这般大礼。二位前辈，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？我受不了你们如此大礼。对呀，二位前辈，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你给我闭嘴！前辈，我们刚才有眼无珠。对，我们有眼无珠。还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别跟我们计较。还请前辈宽恕我们的冒犯呢。能让2位9品大高手行如此大礼，这个女孩来历不一般呢。是啊，能让2位前辈对你行如此大礼，我当儿媳，你真是深藏不露。不过你爹爹还有点过分哦。娘，我压根不认识他们。好了，我知道，你不用解释。我真的不认识他们。我知道你不认识，但现在不认识也要装一下。我们全部都靠你了。当真还指望这个废物能认识什么大人物？再敢多说一句，就让他们把你砍死。好了，我原谅你。多谢前辈宽宏大量。前辈果真是神通境强者，方才强行扶起我腿，竟毫无反抗之力。难不成这丫头的家世不简单？长老，我们该怎么办？长老、陈老，先前我们可有过约定，好处你们也受了，难不成想要违约？谁让你得罪前辈的？我们跟夏家一点都不熟。不仅如此，你今天必须得以死谢罪，来弥补对前辈的冒犯。哎呦，夏前琛，刚才何必那么嚣张呢？就是，你再嚣张一个看看！不准杀我！要是杀了我，等家主出关，绝对饶不了你们。到时候，整个王家都得给我陪葬！哼，简直笑话！我可是北域老一辈的绝顶高手，还会怕他夏渊不成？哎呀，前辈，今天不仅要把他们东莞城的产业以及2块地过户给王家，还得跪地磕头赔罪，前辈可否满意呀？行了，别做太过分了，差不多就得了。你放心，我虽然不会武功，但是我还是有点演技的。你们看着办吧，不用在乎我的感受。放心吧，前辈，我们一定会让你满意的。要是杀了我，家主出关，你们一定会后悔的。哼，用不着你替我们操心，到时候夏渊会下去陪你的。到底是谁这么大的口气，竟敢杀我夏家的人？渊终于出现了，这女子为何如此眼熟？好像在哪儿见过。你谁啊？这是王家，给我出去！哎呦！家主，你终于来了！他们要杀我呀！王重山、刘沁、许久不见，是夏家家主夏渊，他怎么来了？夏渊，竟敢杀害我王家弟子！真的是他，他的样貌，我就算是死也不会忘记。别冲动，君子报仇10年不晚。我不是君子，我是女子。冷静点，夏渊现在的修为是9品之境，你还不是对手。夏渊，你敢杀我王家弟子，你这是在找死！哼，9品又如何？等下还不是被秋宁打得跪地求饶？我闭关几年，倒是让你们的胆子大了不少。不过，这才死了1个人，还远远不够。夏家主，闭嘴！你们2个老东西，收了好处不办事，想死吗？夏渊，看在你给了几枚丹药的份上，我给你面子。但是你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吧？哎，夏仙子，不要跟这个老匹夫废话，让老子来会会他。
怎么可能？他的修为已经超过9品，在我之上。什么？夏渊居然突破了神通境，那岂不是超过了北域第1人江煞？这怎么可能？长老和陈老都不是他的对手。神通境比9品还厉害？那是当然，神通境是仙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才过了那么短时间，他已经突破到了神通境。大人的手腕岂是尔等想象到的？只可惜呀，你们2个老东西自绝后路，没有神通境的命。你们在场的所有的人都要为夏浩陪葬。夏渊，今天是你的人上门找茬在先。闭嘴！害死我夏家子弟，这又该怎么算？家主，就让他们跪在夏浩的坟前，磕头偿命。都给我跪下！每个人磕3个响头，然后再自废修为和双腿。这样我可以饶你们一条狗命。前辈，我们挺不住了，你快出手啊！我怎么出手？我根本就打不过他。前辈，怎么可能呢？你也是神通境啊！行了，你们别难为求宁了，他哪有神通境的修为啊？就是，他要真有，哪轮得到夏渊在这废话？完了完了，前辈修为在我们之上，却是在神通境之下。夏渊，你别想得逞！大长老，来人！拜见家主，拜见夫人。看来你们王家很不服啊！我王家就算是灭门，也要站着死，绝对不会向你们这帮无耻之徒下跪。大长老，布阵法！拜见夏家主，求大人饶过我们。这，大长老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人各有命，他们不想死，难道你们非得让他们死吗？王冲山、柳庆，王家命数已尽，唯有向夏家臣服，才能有活路。你个叛徒，我杀了你！你们若是不想死也行，3日之后来参加夏家祭祀。家主，可不能放过他们呀！闭嘴！家主，我自有打算。3日后夏家祭祀，你们若是不来，到时候可不是死1个人、2个人那么简单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夏渊真是欺人太甚，我就不信这天底下就没人治得了他。夫君，现在除了参加夏家祭祀，我们别无他法。不参加祭祀，夏渊杀回来，我们必死无疑。参加祭祀，就算是9死1伤，也许还有1线生机。哪怕是1线生机，只要还有1线生机，我们也要拼死一搏。没想到夏渊只用了几年时间，便突破到了神通境。如此之快，令人啧舌呀！爹，娘，我们还有苍冥神枪。那把神枪就是块废铁，几百年无人能举起。事到如今，也只能去试一试了。明日早些起，一起去神枪阁。好。
你这是在干什么？打地铺啊！打地铺，主动打地铺，不愧是北域好男人。不过本姑娘不需要这样的男人。赏你的，今天晚上陪我一起睡。你确定？可别反悔啊！本姑娘说话算数。行，那你说话算数。你干什么？天气太凉了，我得把衣服穿上。死嘴，赶紧说想继续看呢，怎么关键时刻就怂了呀？原来某人有这个色心，没这个色胆。睡觉。喂，你这双腿是怎么受伤的？在比试的时候，你堂哥夏优给我下了毒。那个人他还真是个不是东西的家伙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能治好你的腿的。我爹娘找了整个北域，都没有人能治好我的腿，你就别费功夫了。行了，早点睡吧，明天早上一早还要去山墙阁呢。快起来，跟我一起练养生功吧。它不仅可以帮你强身健体，还包治百病，保证能治好你这双腿的。你能不能别闹了？快起来，跟我一起练吧。静下心来，跟我一起念：虚极静笃，虚极静笃，关窍凝神，关窍凝神，存一气于混沌，存一气于混沌，守黄庭以报元，守黄庭以报元。这功法竟能调动如此浓郁的内力，看来真的有用。你在干什么？我能站起来了，不靠神级术，我能站起来了。啊，你看，你别告诉我，你练了一晚上，腿还没好啊？几年都没治好，一晚上治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。我先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爹娘啊。一晚上都没领悟师傅的养生功，看来他的天赋比师兄还差。你是说秋宁教你的养生功，你练了一宿，腿就自愈了？没错，虽然说没有能够彻底恢复，但已经能够行走自如了，而且我的修为也有所精进。竟有如此奇效，
那丘宁为何一直修行，却毫无进展啊？那还用说，他就是个不能修行的废人呗。哎，说什么呢？娘，大哥打我！你要是再敢说丘宁的坏话，就家法伺候。哎，真可惜了，这丘宁有此奇功，却不能修行。爹，你放心，我会保护好丘宁的。他好像不太需要你保护。你们在聊什么？哦，没什么。那个时间不早了，咱们去神枪阁吧。走。昔日王家能为北域第一家族，靠的就是这柄苍冥神枪。苍冥神枪真有那么大威力？那是自然，它可不是普通兵器，持此枪者能够领悟奥秘，汲取力量，成就神通，称霸一方。只可惜300年来，再没有人能破阵拔出苍冥神枪。若有一人能拔出此枪，何惧他下冤呢？这股力量，此阵法是神通境强者所布。这阵法乃王家老祖所用，老祖便是神通之体。那神枪就是我们最后的希望，咱们赶紧开始吧。哼，说的这么自信，好像能拔得出来似的。肃静！切！你们谁先试试？不如就让我先来。苍冥神枪虽然是王家祖传，但是事到如今，也管不了那么多了。张老请。青香，小心！没事吧，紫香？竟连张老都进不去。这阵法不只看修为，更考验资质天赋。下一个谁来？我来。这神枪竟有如此威力啊！两位九品修士的资质都入不了神枪的眼，难道非得神通境才行？苍冥神枪是神品，常人难以撼动。你们还要尝试吗？那个，两位前辈都不行，我修为低，我就不试了。哎，我哥天赋异禀，或许可以。此事关乎王家存亡，我必须要试试。一下走了3步，看来傅晨的天赋不比二老差呀。第4步，莫非王公子的天赋在我等之上？这真是难以置信呐！不愧是我王重山的儿子。再走6步就能摸到神枪。go！ 怎么回事？不好，这是神枪发威，再往前走，恐怕就有生命危险。傅晨，命要紧，别逞强。是啊，不能放弃，拔枪才能救王家于水火。
上蚕食他！快退下来！王傅成，你在干什么？赶紧下来呀！不行，傅成，快下来！我绝不放弃！傻孩子，别硬撑啊！糟了，枪灵显位，谁也救不了他，他马上就会魂飞魄散。慢下！青宁，快救救他！我吗？莫非伯伯有底牌？顾不了那么多了，救人要紧！终于要出手了！来做什么？这里很危险，快出去！你娘让我来救你的，他有底牌保我们。夏秋宁不要命了吗？我哥和2位长老都进不去啊！太监没有修为的人，凭什么？肃静！连前辈都看不上，这苍冥神枪，眼睛是真瞎。伯伯用了法器，我竟没受半点伤。别留在这儿会死人的，快走！你也知道留在这里会死人，那你刚才冲进了，要不是为了救你，谁下进来？你这里不安全，出去等我。傅成，秋宁呢？他还在里面。完了，他恐怕凶多吉少啊！惊动枪灵，总有人要留在这阵法里呀。神枪的此等神力，若是我等触碰，也会顷刻间化成血水。娘，你不是还有底牌吗？快拿出来呀！最大的底牌就是秋宁啊，哪还有底牌？哇，世界上竟还真有凤凰！小辈，速速离去！此等机缘，岂是你能够沾染？你以为我想来？但是来都来，不拔出神枪，岂不是亏待了？有点胆量，本尊让你死个痛快！这股力量，怎会无法靠近？神枪，借我一用。等会儿，这阵法的力量好像变弱了。夫君，现在阵法变弱，正是我们进去的好时机。2位前辈，跟我们一同进去吧。好。哎，哥，你就先别进去了，你受伤了。爹娘，你们怎么进来的？秋宁，你没事吧？没有伤到哪儿吧？我没事，我好着呢，就是不知道什么情况，那只凤凰消散了。什么？凤凰乃是神枪守护灵，之前可从未溃散过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秋宁，你怎么样？有没有受伤？我没事，而且娘会护着我的。不行，我带你去找郎中。哎，你撒手！瞎操心，秋宁没事儿。娘，以后这种事不要让秋宁再冒险了。瞧不起谁呢？瞧，这是什么？拿出来了。这怎么可能？得意什么？要不是爹娘和2位前辈进来救你，恐怕你早就死在里边，更别提拔出长明神枪。哼，傅明，少说2句。我哪句说错？行了，
无论怎么样，秋宁也是100年来拔出神枪第1人。你们是从哪儿招来的儿媳妇？竟然有如此天赋！方才真是秋宁逼走了枪灵凤凰。静儿，王老问你话呢。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啊！柳沁走了狗屎运，竟能招前辈当儿媳妇。早知道我也把我儿子带来，说不定也会被看上。等下，你们快看，苍明神枪有情况。怎么会这样？苍明神枪的力量在消散。难道它坏了？不可能！苍明神枪乃是世间神品，即便是仙人也难以破坏，更别提这断了！断了？不是，我没用力呀，它是劣质品吧？断了？怎么可能？真足之宝，怎么说断就断了？王老，您悠着点，为了这个残次品，您没有必要伤身体啊！这绝对不可能！老夫，我镇守这神枪阁100余年，这枪绝对是千真万确，就是老祖留下来的传世之宝啊！啊，那糟了，你的老祖怕不是也被人骗了？王老，神枪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？我也不知为何，这苍明神枪毫无神力，依然是废铁一块。这么说，他一点用都没有了。没了神枪，那夏渊怎么办呢？切！我就说夏秋宁，你怎么能拔出神枪？原来枪内力量早已消散，否则以你的实力，恐怕早就魂飞魄散了。前辈，在下宗门内有一件神器，或许能够对付夏渊。我跟陈兄回去取，过2日，夏家祭祀上见。那就多谢2位前辈相助了。诸位，告辞。夏秋宁，看到了吧？这俩已经临阵脱逃了，光会耍嘴皮子，没点真本事，人家是不会跟你拼命的。凤鸣，回去加法伺候。娘，够了！柳沁、王重山留下，你们都出去吧。王老，有何事啊？这枪可惜了。也许是岁月消散了枪中神力。这枪内明明还有神力。原来如此，你儿媳妇究竟是何许人也？王老，此言何意啊？他竟能镇住神枪的神力，要知道，即便是北域的第1人夏渊，他也做不到。啊！照您所说，只要有秋宁在，我们家就有救了。那2日后还是神枪吗？不用了，留着过年杀猪用吧。石碑上有字。什么？夏承玉夫妇勾结魔域，谋害夏家，欲引敌侵害北域。夏渊竟然污蔑我爹娘是勾结魔域的奸人！
罪不可赦。他确实罪不可赦。秋宁，你冷静一下。夏承玉勾结魔人，的确罪不可赦。这位兄弟，你可知这石碑是何人所立？如此下作的手段，还能有谁？哟，这王家的死瘸子怎么又站起来了？王伯、柳爷，这石碑是我父亲所立。为什么？你就是这死瘸子新娶的娘子吧？我知道，王家以前和夏承玉关系很好，只可惜他勾结魔人，残害同僚，罪该万死。我立此石碑，只是为了警示后人。言论语。秋宁，你先冷静，不能暴露身份。死瘸子，你最好管好你娘子的嘴，再胡言乱语，小心我把她舌头割下来喂狗。他这模样，倒是让我想起夏秋宁那个婊子，千人的女儿，也妄想坐这家主之位。你勾结魔人的，分明是你父亲夏渊。睁大你的狗眼，好好看看，站在你们面前的正是你们曾经的家主。你也可以亲口问一问，当年的事实是不是这样？娘，夏秋宁，你他妈家没死！娘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你这让秋宁去送死啊？是啊，夏幽和秋宁水火不容啊！别担心，我自有打算。娘，我信你，你可要保住秋宁的小命。夏秋宁，真是让人意想不到，你竟然还活着呢！托你爹的福，当年山崖底下有条河，没摔死我。没死，没死才好。这次我要亲手把你折磨致死。夏少，夏秋宁就是个废物，您想杀他，简直是易如反掌。哼，不是吧，夏秋宁，你年近20，竟还是空无一身修为，真是个废物。我就算在街边随便找个乞丐，恐怕都能打得你满地找牙吧。我要是他，恐怕都没脸再活在这个世上了。夏幽，你爹害死我爹娘，你还力卑羞辱，你不怕遭报应吗？还有这件事，我问问在场的诸位，夏承玉是什么样的人，诸位心里应该都清楚吧？夏少，谁人不知这夏承玉那个狗东西勾结魔人？是啊，这夏家的脸面都让你给丢光了。你们这群趋炎附势的软骨虾，只会阿谀奉承，难道要抛真相于不顾吗？什么真相？我夏家就是真相。况且，谁认识你是夏秋宁？谁认？没人认识啊。不过我给你们个机会，你我切磋，你赢了，我便放你们走；输了，便死。好啊，这可是你说的，你可别反悔。娘，夏幽可是6品之境，这让秋宁去送死。瘸子，要不你和我打一场，要不然我把你的腿再打断一回。既然娘同意，肯定有后手。我同意切磋。刘庆，夏少可是6品高手，你就准备好为他收尸吧。哼！娘，夏幽和您同境界，秋宁恐怕打不过他。哎，说的好像他打得过谁一样。要我说，2位9品前辈都不在，咱们还是低调点。闭嘴！放心，秋宁对付他轻而易举。口出狂言！你待会儿看他怎么死！唉，刘庆，你指望这废物翻盘？哼，简直是异想天开！夏秋宁，听见了吗？我可是6品修士，你现在自废四肢，挖眼求饶，我或许还能饶你。哼，我夏秋宁跪父母、跪天、跪地、跪恩人，不会跪你这个牲口！你
很好，如此我也好安心杀。实话告诉你吧，在你父母死的那晚，我也在场。我呀，还有幸踩断了他们的双脚。哎呀，哦，尤其是你母亲，她当时跪着求着哭着跟我说：“求求你放过我的秋儿，他只是个可怜的孩子。”你这个畜生！哎呀，别怪我们狠心，要怪只能怪你自己是个女人，还是个毫无习武迹象的废物。哼，竟也妄想坐上家主之位。现在，我就送你下去见你爹娘。救我！秋宁，你能行的。给我死！怎么回事？这等恐怖剑意，没想到秋宁的剑道已到如此境界。这威能足以裂天断地，秋宁这么厉害，难道他之前一直在藏拙吗？竟然能使出这么恐怖的剑气！不，这股剑气不是真的！娘果然留有后手。记住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给我滚！牛儿，牛儿，爹，夏秋宁用阴招杀了他。不是说夏秋宁是个废物吗？刚才那股剑气，恐怕连7品都接不住。难不成他之前都是装出来的？秋宁，没想到你的剑道也如此了得呀！藏得挺深啊。那个嫂子，之前都有得罪，别见外啊！不是，你们搞错了，不是我干的。秋宁，你别再谦虚了。差点忘了，小辈之间比我活不更扎实。没错，是我干的，和我娘无关。那把剑，本尊助你突破，坐上家主之位，莫要忘记之前的承诺，那可是本尊成仙的关键。是，小的绝不会忘记。一旦有了惊鸿仙法和惊鸿剑，还有造化丹的下落，一定通知魔主大人。最好如此。若遇强敌来犯，摔碎玉佩，本尊定会相助。谢魔主大人。难怪剑气如此之强，原来是惊鸿剑。真不愧是我的好侄女儿，还真给我带来了一份大礼。夏渊，你儿子先前说我们赢了对决，便让我们走。让你们走？笑话！今天
谁也不许走！哼，你们夏家还真是无赖，输不起就耍赖。哼，要不是夏秋宁耍小手段，就凭他这个废物，岂能赢我儿？空口白牙，有本事你拿出证据来！没有证据就胡言乱语。我夏渊纵横北渊，向来雷厉风行，何须证据？别杀了他！这么多年，父子二人还是这么下作，狗改不了吃屎。秋宁，当年没把你摔死是你命好，今天你主动找上门来，那我就偿才你。夏渊，动手前最好想清楚了，到时死在秋宁手底下，可别去地府喊冤。老太婆，我看你是人老脑子糊涂了吧？别以为耍花招赢了就能赢我爹！子期，王家王于你手，再跪下磕头求饶，当夏家奴隶，或许还能保命。一个女人也敢造次！等一下，老娘第一个剁了你！娘，咱们低调点。晚了，今天谁也别想活！只要拿到惊鸿剑，魔主大人定会重赏。母亲真是不知死活，陈家注定要被灭门。受死吧！小心！二位高人，你们终于来了。二位，原以为你们不再插手此事，可终究你们还是来了。夏渊，你勾结魔域之人，我等岂能坐视不管？多谢两位前辈相助。二老曾用剑天镜镇压神通境强者，有他们的帮助，或许有转机。二位真的要插手此事？7年前谋害夏承玉夫妇，篡夺家主，背后全是魔人相助，该当何罪？是我做的又如何？我所做之事，皆是为天下苍生之大幸。你们谁有异议？家主英明，夏家主圣明，岂容他人污蔑？你们这些趋炎附势的软脚虾！魔人要私吞北域，这些睁眼瞎的还帮他们说话！记住，闭嘴！前辈，不必跟他废话，今天就拿下夏渊。雕虫小技！怎么可能？二老竟无还手之力！我乃神通之境，岂是区区9品蝼蚁能对付的？死瘸子，下面拿你开荤！小心！哎呀！这怎么可能？嫂子剑道造诣竟能强到斩退神通境！这等剑气，前辈的剑道造诣堪称登峰造极。仅凭一剑，便斩退了神通境，此乃陆地剑神呐！难不成他现在真是靠剑术赢了我？二叔，我都还没出力呢，你怎么就起不来了？别碰瓷啊！你，爹，没事，若不是惊鸿剑，他岂能伤我？爹，你说他手里就是真的惊鸿剑？没错。秋宁，二叔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交出惊鸿剑，我饶你不死。要不是这把剑，你怎会有如此剑道造诣？
嫂子那股剑气是凭借惊鸿剑。前辈造诣如此之强，只是一把剑便有剑神指，以后我也要这样。我就说嘛，这个废物怎么能拥有如此的剑道？再废物还不是擂台上赢了你徒弟？死瘸子，信不信待会儿把你的腿再打锤子？老东西，我看你是想下去找你徒弟了。下主，他手上有惊鸿剑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神剑赐予你无上剑道，但再强，终究也是肉眼凡胎。血鼎，有见识，此鼎能炼化世间万。切，一个破鼎，你还装上了？有本事你把秋宁装进去啊！娘，你别胡说！哎呀，你娘又胡说了。不是，娘，我没这个本事啊。好，我就成全你。不是，你玩真的呀？秋宁，就等着被化成血水吧！什么？秋宁，你没事吧？不可能！这怎么可能？前辈竟能一剑碎鼎，当真恐怖！此等剑道，我等穷尽一生也难以企及啊！这魔鼎就这么碎了？我就说秋宁天下无双。你怎么做到的？我也不清楚啊，我就是随手一剑，那个鼎就碎了。一定是因为师傅的惊鸿剑。鼎碎了，我们怎么办？夏渊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的？若不是惊鸿剑，他岂能毁我焚血鼎？前辈的实力毋庸置疑。前辈，依我看，今日就斩了这个孽障。娘儿，夏渊，放了我娘子！你放开我娘！有什么事情冲我来！交出惊鸿剑，否则杀了他！秋宁，不能交！你的惊鸿剑，我们谁都活不了！闭嘴！安静点儿！靠近装神弄鬼的废物！魔主大人可是半步仙人，他若降临，你拿什么打？魔主，好啊，真的勾结魔域，你这是要置我北域于万劫不复！我这都是被逼的。此玉佩乃魔主所赐，只要我将玉佩捏碎，魔主大人就会降临，到时便是你们的死期。等着吧，魔主大人是饶不了你们的。诸位，这下糟了呀！这魔主一来，我等恐怕没有招架之力啊！魔主又是何人？魔主乃半步仙人，在神通境之上。100年前受北域3位老祖镇压，才没有入侵北域。没想到他这么快卷土重来。现在3位老祖早已仙逝，世间无人能与魔主抗衡。竟然这么厉害！娘，你还有什么底牌？赶紧亮出来啊！我最大的底牌就是你呀！你都不行，我啥底牌都没有用啊！现在后悔晚了，我已经通知魔主大人了，你们就等死吧！别担心，杀了他之后，一个都跑不了。你敢？恭迎魔主，恭迎魔主，恭迎魔主！这便是魔主，恐怖如此。是何人竟敢伤本尊魔使？大人，是他！这杂种不仅打伤我，他还有惊鸿剑，我想功法
和丹药都在他身上。那么多年过去，本尊终于找到了小贝。2日后，本尊出关，将3样东西奉上。秋宁，东西交给他。北域将万劫不复，你不要管我。小贝，若是逾期，你娘和你身边的人都必死无疑。哎呀，行了，你别晃了，眼都晕了。爹，现在该怎么办呀？娘被夏元抓走了，这不是在想办法吗？爹，娘是因为我被夺走的，不如拿我把娘换了。你别逞强，即便你把东西交给他，他也不会放过你。魔主的实力强大，即便是整个北域联手，恐怕也不是他的对手。以魔主的脾气，若是我们不去，北域怕是会血流成河，届时定会万劫不复。若是将那3样东西交给魔主，北域依然会万劫不复，到时候更没有人能够阻止魔主。如若3位老祖在世，魔主他怎敢如此猖狂啊！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我假意与魔主交易，而你们借机布置阵法，将他困住。困住魔主，这根本行不通吧？事到如今，你还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吗？我赞成秋宁的办法。我们也赞同。既然如此，便依秋宁所言，集北域之力，布阵困住魔主，召集北域各大高手，共赴断魂山，镇压魔主。恭迎魔主大人出关，镇压世间万物。行了，都起来吧。谢魔主大人。时已至，夏秋宁还没有将那3件东西送过来吗？大人，现在才过5时，说不定他们正在来的路上。是啊，大人不必担心，夏秋宁只是一个女人，定是翻不起什么大风大浪。7年前，本尊捏死他父亲，如同蝼蚁。如今对付他，自然是易如反掌，谅他也不敢。报告大人，出大事了！什么事？是夏秋宁带人硬闯断魂山，杀死了很多弟兄。还扬言，扬言什么？快说！扬言要挖了你的祖坟，把你的头盖骨当顽石，还说今日过后再无断魂山。本尊要亲手将他给杀了。断魂山也不过如此，守门的人都如此废物。前辈说的对，前辈当真恐怖如此，一个9品高手，2个8品，都让前辈打死了。若是有足够的时间，前辈日后恐怕能踏足仙人之境。可惜了，前面就是魔主的洞府了，这个点儿，想必他已经出关了。诸位，进到里面，恐怕就只有来世再见了。能为天下苍生而亡，是我等大幸。看来你们没有一个人学乖，都等着上门来送死啊！你们来做什么？赶紧离开！快放了我娘！闭嘴！真是没想到啊，你还带了这么多人来给你陪葬，真让人意想不到。快把我娘放了，不然你们跟他们的下场就一样。你要是敢动我，魔主大人不会放过你的。不杀也是杀，杀你一条狗也是杀。再说，魔主在哪儿呢？给我滚出来！你奶奶，我来了！不好，是魔主来了！没必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是本尊闭关太久，就你一介废人，也敢对本尊出言不逊！参见魔主。你就是魔主？混账东西！看见魔主还不跪拜，找死！我又不是他的狗，我为什么要跪？你
请了本尊要的仙法神剑丹药，带来了吗？带来了，但是你得先放了我娘。谁知道你会不会耍花样？住口！把这个娘们给他们。是。娘，庆儿，没事吧娘？没事就好。丫头，把东西交出来吧。好，爹，给他。给你，东西接好了。好。诸位，快，别让他逃脱法阵！庆儿，住啊！是。天旋困阵，你们想用阵法困住本尊，做梦！你没事吧？没事。爹，娘，没事。娘，区区天旋困阵也想困住本尊，简直是痴心妄想！前辈，你带他们先离开，我能挡住他们。别再做无谓的挣扎，在魔主面前，任何的挣扎都是徒劳无功的。死丫头，敢耍本尊！待本尊拿到仙法，定让整个北域为你陪葬。说实话，我根本不懂什么是仙法，我手里面只有一把剑和一个葫芦啊。仙壶，那老东西竟把它给你了。你认识我师傅啊？哼，何止认识，我可是你师兄。实话告诉你吧，惊鸿仙法就藏在惊鸿剑之中。仙法？等一下，我练的不是养生功吗？养生功？我的好师妹呀，你可知惊鸿仙法是仙法，可使凡人退凡成仙。你毫无内力，那老东西到底看上你哪一点了？所以，我一直以来练的是仙法，难怪师傅跟我说他不会武功。夏秋宁啊，老天在戏弄你啊，给你仙法却无法学成，真是让人大快人心呐！这7年来，师傅日夜指点，我却毫无长进，看来我真的是没有一点天赋。秋宁小心！秋宁，前辈，秋宁，这怎么可能？我竟然一点事情都没有。我没眼花吧？秋宁接了魔主一掌，竟毫发无伤。你没看错，这丫头果然藏了一手。这怎么可能？能接半步仙人一掌，前辈这实力可不如斯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奇怪，我竟然一点事情都没有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一定是魔主大人没有发力，要不然这个杂种早就魂飞魄散了。不可能，本尊乃半步仙人，天上仙人不涉凡尘，在这世间，本尊就是唯一的仙人。丫头，那老东西是不是给你吃了造化丹？造化丹，给。你是说这种金色的药丸吗？对，就是这个。哦，师傅给我的。味道还不错的。该死！凭什么？那老东西从来没给过我！你这个废物，你凭什么？爹，什么是造化丹？这个，魔主大人提过，此丹能取诸样，皆能使肉身大进，其为之盛，甚至远超大部分登峰造极、境大圆满，甚至连
半步陆地神仙也无法破防。世间竟还有如此神丹！凭什么？凭什么他能得此造化？他不过是个毫无内力的贱种。倘若是我得此丹，岂不早日修为大成？哎，还真让这个杂种得了机缘。死丫头，别得意，看本尊用噬吞诀将你炼化成丹。秋宁虽肉身强悍，但也扛不住噬吞诀啊！秋宁，秋宁，秋宁，滚开！丫头，就等着成为本尊的养分吧。这是什么鬼东西啊？叫吧，等会儿你就只剩下骨头渣了。快放我出去！不对劲，手我怎么像在按摩？眼皮好沉，再救命一会儿。魔主的噬吞诀，连玄铁都能化作铁水，即便它是铁打的，只要7息49天，就会化作飞灰。娘，快想办法救您他！阵法被魔主掌控，我们无能为力。现在，秋宁也只能听天由命了。魔主，不怕犯了仙法吗？仙法藏于惊鸿剑之中，受天道守护，不会有损，唯一会烧成灰烬的是你在乎的小娘子。之前还能留尸首，现在等着他炼化成丹吧。废物就是废物，哪怕得了机缘，也守不住，到头来还不是成了他人养料？你们勾结魔人，让北域深陷火海，乃是千古罪人，我们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这么想做鬼，这就送你们下去。秋宁，秋宁，秋宁，居然没有炼化成丹，真是可惜了那枚造化丹，居然跟他一起化作了尘土。秋宁，你醒醒！秋宁，秋宁，我的好女儿！嫂子，你醒醒！我以后再也不跟你叫板了。前辈被烧成煤炭了。既然你们这么有情有义，老夫送你们一起下去陪他吧。夏渊，动手！是。我们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刘沁，活着才是圣地，死人只会成灰。傅晨，不可！我杀了你！傅晨！仙法就藏在这惊鸿剑之中。小子，之前我废你双腿经脉，是想留你一命，没想到你如此不珍惜。若不是你下毒，真以为能赢我？哎，既然如此，那便送去戒严吧。小秋宁，我们来世再见。
父臣，你干嘛丧着一张脸啊？你还活着？你刚刚是哭了吗？没，我没有。我看见了，你别偷偷抹眼泪。秋宁，你刚才吓死我们了。前辈，你没事就好。刚才实在是太惊险了。我没事，大惊小怪的，我只是睡了一觉，而且这一觉睡得还很舒服。不可能！你竟毫发无伤，竟从本尊的阵法中活着走了出来。你这个阵法是什么？暖暖的，我这一觉睡得可舒服了。嫂子真是乐观。口出狂言！你只不过是侥幸活下来罢了。不可能有人侥幸的活下来。本尊现在就杀了你！没有人能从本尊的噬吞绝阵活着走出来。大家小心！不可能！竟受噬吞绝阵灼烧，肉身不但没有变弱，反而变得更强大了。真的假的？我没啥感觉。要不让我试试？哎呀！你们看，这火淬肉身居然让我变得更强了！一掌，嫂子居然一掌把魔主给打飞了！没想到你还有这招！我就说嘛，能接住噬吞诀还毫发无伤的人，末世仙人是什么？这绝不可能！一定是假的，他一定是藏了什么法宝，不然他不可能伤到魔主。别再自欺欺人了，你就等着受死吧！就是，现在后悔啊，晚了！本尊乃是身具仙力之人，怎么可能受伤？他用了什么手段，如实招来？别血口喷人了，大家都看见了，我刚刚就是徒手打的你，只不过是你太弱了，就你还敢自称魔主？你欺人太甚！魔主，一定是他的肉身被火焰淬炼的更纯粹了。乃用鬼神魂魄、万人之血喂养的魔斧，今日本尊就用它杀你，这是你的福分。还来？躲我身后。怎么回事？什么力量？力量竟然是仙力！可能，绝不可能！你这么厉害，竟然连魔主都跪了！这个杂种，你怎么有如此修为？连我的神通境都站不起来！这不可能！怎么回事？我的双腿怎么不受控制了？魔主大人，夏幽、夏渊，现在该轮到你们了。秋宁，不管怎么讲，咱们都是自家人，有什么话咱回家说吧。住口！你还好意思跟我提一家人？当年你派人追杀我，陷害我爹娘，你有念半点亲情吗？方才想让魔主杀我，又怎会想到会有今天？当年是魔主拿命要挟我，我也是被逼无奈的呀。魔主在北域寻求前往，我们是被逼着当当眼线的。都死
到临头了，还满嘴胡话，不知悔改。妙了，还真是个孬种。离远点，别脏了你。求求求，和我没关系，这是我爹，是我爹逼我这么干的。该去找魔术店是他，全是他，跟我没有关系。闭嘴！你这个丢人的玩意儿！你说我丢人？那去找魔术的是谁？求求你杀他，你就别杀我就行了。你看，你把我爹杀了。幼儿，我是你亲爹呀！石俊，我想杀了他，我杀了你！我杀了你！够了！我没心情看你们父子俩自相残杀，你们想死没那么容易。爹，娘，我回来了，我还把这对狗父子给抓了回来，要让他们一死赔罪。爹，娘，我回来了。孩儿不孝，这么多年都没能来看你们一眼，但是孩儿现在修为大成，不再是一介废人了。我也如你们所愿，好好活着。而且，我还把这对狗父子给抓回来了。我要让他们以死赔罪。大哥大嫂，我是畜生，我不是人，我罪该万死。你们家当初对我这么好，我竟猪油蒙了心，我还勾结域外魔人，简直为了篡位。我该死！我该死！我该死！求求伯母在天之灵，饶我们一命吧！求你了，你就放过二叔吧。我们自废经脉，永远离开北域，再也不回来了。对，我们自废经脉，再也不回北域了。不回了，可是我爹我娘永远都回不来了。爹，娘，求您为你们报仇了。弟子拜见师尊。秋宁，大仇得报，也该随为师回山修炼了。